朝早而家嘅情況啊！啲人可以當咗呢條路呢係一個垃圾站啊！抌咗咁多垃圾，其中呢啲垃圾呢，就好多都係淘寶淘翻嚟嘅包裝用品，呢啲就係啦。一代二代呢個清潔工人呢，就正在喺度執啊！呢度你睇，果然嗰啲人可以當呢個地方呢係垃圾站。咁係咪應該向網購徵收垃圾徵費呢？起碼一斤啊，都徵翻5蚊雞啦，係咪先？呢啲又係香港政府唔知喺度做乜啦嚇？呢條街幾誇張嗱！呢位哥哥仔要抌煙頭都繞道而行，乜都有啊！塑膠，幾誇張！我諗呢度呢，最低限度都要整兩三次嘅車仔。垃圾桶呢，做幾細嘅窿都冇用嘅，人哋都會同你塞滿佢。就算唔塞滿，咪抌喺地下咯。響和街啦，呢度有間71呢個位置啦。